今啊，继续来看婚联的六帮马，是全台湾唯一无固定庙祀的妈祖，由斗六、斗南甲土库顶5个乡镇市轮流来祭拜。啊，每一年要换地点的时阵，拢会举办真大场的过路绕境的活动。今年拄着瘟疫，所以决定这个绕境来取消，过路照常来举行，但是甲仪式简化，而且采实名制。 有登记的交接的代表甲理干事，才会当来参加着过路，这嘛来创下着100年来敢若过路无绕境的先例。现场一路对着新桥，这是过去分列6班马伫过路绕境的时阵的场面。但今年拄着武汉肺炎的疫情，100年来拢无中断过绕境，头一次取消。配合咱这个政府的政策咧，咱中华民国6班马会咧，咱即摆的过路绕境咧。 全部来停止，只办理简单化。6班马是全台湾唯一无固定庙神明，每当由斗六、斗南、土库等5个无共乡镇市轮流服侍。今年若是绕境取消，过路交接仪式嘛简化，采取实名制，有登记交接代表甲理干事等工作人员才会当参加。拢总爱有名册，安尼。 才会当以后什么代志，咱会当来追踪，这是咱配合政府政策应当爱做的。若是一般的信众爱等到过路仪式完成，新村安置好了，才会当到今年土库红坛参拜。若是过去各乡镇市会派出来顶头，嘛为着避免人潮聚集，决定全部取消。